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1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091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197天。乌军的总司令谢尔斯基他在 X 上发布视频说我们继续在整个前线消灭敌人，特别是摧毁其后勤能力。过去一周，也就是2月11号到17号，俄罗斯侵略者共损失967辆各型装备与车辆。近期乌军在顿涅茨克前线取得重要进展，成功夺回红军城西南部的皮沙内村。俄罗斯近期在乌东推进不仅陷入停滞，更付出了超过 2.2万人伤亡的惨重代价，战略行动受挫。根据路透社报道说乌克兰军方官员透露，随着俄军进一步消耗大量武器与人力，推进速度显著放缓。乌克兰军队在红军城周边展开反击，收复失地。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以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结束战争，强调西方支持对乌克兰而言至关重要。俄军在乌东进攻受阻的原因来自于乌克兰无人机的优势、补给困难与后援不足的问题，以及俄军高伤亡率影响俄军士气。从乌克兰无人机的优势来看，俄军的装甲部队在乌克兰无人机的精准打击之下遭受重大损失，后勤部队未能及时跟上。再者，俄罗斯士兵缺乏装甲保护，而面临极高的战场风险，导致士气低落。乌军反攻不仅收复皮沙内，还在红军村附近叫科特林村发动攻势，驻守当地的俄军约1万人，已有 40% 以上伤亡。预计乌军本周内将重新控制该区域。这个乌军不仅在前线对俄军进行打击，那么在后方乌军积极学习这个小霸王的成功经验，对这个俄军的内部进行破坏活动。有8名俄军士兵也就是他那个叫 FPV 操作员，也就是飞手双目失明。这个就是小霸王在黎巴嫩真主党给他们的这个传呼机都装上了这个可以控制的遥控的炸弹，这样很精准的定向叫爆破清除黎巴嫩真主党的那些骨干分子。那么乌军也学到了这一手。2月初说俄军各部队发生一系列破坏行动，包括远程引爆 FPV 无人机玻璃。2025年1月至2月期间，一些公共组织向俄军各部队发送约80套 FPV 护目镜，所有组织都从同一个人那里收到货物，条件是无偿援助给俄军部队。2月4号，比尔格莱德发生首起藏在玻璃杯中的自制爆炸装置事件，该人脸和眼睛受伤。2月4日至7日期间，库尔斯克、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州又发生7起装置爆炸事件。在 FPV 护目镜内发现了 C4 炸药、雷管和电池，当护目镜内的冷却风扇启动时，该装置就会被触发。目前，俄军正在对这批被埋地雷的护目镜进行搜查和扣押。包裹的寄件人于2月3日乘坐墨西哥飞往伊斯坦布尔的航班离开，人早跑了。护目镜爆炸，那不就导致双眼失明吗？这还算轻的重的恐怕直接就嘎了。这是双方在战场上的交锋。我们再看看这个在外交上面的交锋那是更加精彩首先这个根据柏林人报报道说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可能达到7000亿欧元，这是德国外长贝尔伯克说的。欧盟希望至少在德国大选前对军事援助计划的制定保密，但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泄露了这一秘密，他暗示这一金额可能达到7000亿欧元左右。他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表示，我们将推出一项前所未有的重大一揽子计划。贝尔伯克还强调，和平只有通过武力才能实现，因此乌克兰需要获得严格和长期的安全保障。这是德国人做出了承诺，希望这个欧洲不要只动嘴，要拿出实际行动要真正的团结起来，不能各自打各自的小算吧。大家还记得吧？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刚开始这欧洲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援助乌克兰的，这刚开始后来是谁？第一个援助是英国，这个泽连斯基一顿电话挨个打过去只有那个金毛那些约翰逊说你等着，武器马上就到，好像是这么说的然后是波兰是真的提供了大量的这个坦克
克、装甲车，这是刚开始啊。然后其他的国家都在观望，都是口头支持。德国啊送了5000套钢盔和防弹衣，这大家还有印象。然后把那个前苏联卖给东德的那个什么针式防空导弹，就是肩扛式的那种，都已经生锈了，放在那个库房里面，把那玩意又给乌克兰送回去。前苏联卖给东德的，现在由德国给他还给乌克兰。你看净干这事，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欧洲他就根本没有准备好。直到美国人啊开始援助乌克兰，我清楚的记得是拜登啊给印度的领导人打完电话，双方又是来了一段贯口啊。完了之后，拜登心满意足的坐着他的空军1号到了，还是德国还是什么地参加北约峰会吧。在那个会上，拜登决定要援助乌克兰，才有什么 M777，还有什么这个榴弹炮啊 M177吧，还有什么步兵装甲车、标枪反坦克导弹、什么毒刺防空导弹。我记得拜登还夸下海口说俄罗斯有4万辆坦克，那美国要援助乌克兰9万枚标枪反坦克导弹，对吧？2枚打1辆坦克。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欧洲啊还在算小账。后来波兰啊为了这个国内农民啊来卖小麦的事情、农作物的事情，2年没给乌克兰援助。现在波兰又反应过来了，对吧？你这个时候不帮乌克兰，你最后啊挨打的就是你自己，对吧？这欧洲这些国家现在纯粹是占便宜啊，因为你只用出钱出武器就行了，你不用出人。乌克兰是出人呐，如果乌克兰败了以后，你自己不仅要出钱，还要出人跟俄罗斯打，就是这么个局面。所以这一次啊，这个欧盟啊准备7000亿欧元的这个希望他能做到。如果能做到7000亿欧元啊，那俄罗斯也是必败，那根本耗不过他，对吧？希望欧盟啊不要雷声大雨点小。欧盟这要出钱，美国人他肯定会出武器的，他卖啊，对吧？特朗普就想做生意，就想赚钱。加拿大国防部长比尔·布莱尔2月17日在布鲁塞尔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另外2台 F-16飞行模拟器，以加强对乌克兰飞行员的培训。自俄罗斯全面入侵开始以来，加拿大已向乌克兰提供了大约45亿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3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与此同时啊，德国宣布提供新一轮大批军事援助，包括防空系统弹药、56辆防雷伏击装甲车、坦克、火炮系统配备的弹药、狙击步枪、枪弹等。北约秘书长吕特啊，在欧洲领导人会晤以后表示啊，说欧盟准备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问题上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但仍需解决一些细节。准备好了也有意思，这是我从今天巴黎会议中得出的结论。这个不是马克龙啊，在巴黎召开了这个欧洲这个主要国家啊领导人紧急峰会啊，其中冯德莱恩还有北约秘书长吕特都参加了。这个吕特啊说，欧洲已经准备好并愿意采取行动，引领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我们准备好并愿意在我们安全上投入更多资金，细节仍需敲定，但承诺已经明确。吕特表示啊，希望他说的是真的，因为这个欧盟啊曾经承诺啊1年之内给乌克兰提供100万发155毫米的炮弹，这个是我还记得。结果1年过去了，欧盟一共提供了30万发155毫米炮弹。这就是欧盟干的事啊，大话说得多，总有做不到的。这个时候不能再3心2意。这个波罗的海国家啊叫拉脱维亚再向乌克兰交付12000架无人机。2月18日，塔斯社报道啊，说乌克兰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乌克兰计划根据扩展基金机制，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取27亿美元资金。乌克兰财政部说啊，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乌克兰已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超过124亿美元的资金。这个立陶宛的前外交部长叫兰茨贝尔吉斯，他说啊，虽然欧洲有足够的实力和资源帮助乌克兰取胜，但是仍然缺乏全面帮助乌克兰的政治意愿。也就是欧洲他有这个实力，有这个能力，但是主观意愿是个问题。他说这可能会导致强加给乌克兰不利的和平协议。兰茨贝尔吉斯指出，很明显，欧洲尤其是德国有足够的资源来帮助乌克兰。欧洲是一个非常富饶的大陆，有足够的能力对俄罗斯实施额外制裁，为乌克兰的重建提供大量援助，并且帮助其恢复工业部门。我们有可以与乌克兰人并肩作战的部队，我们拥有这一切，我们缺乏的是政治意愿。这个欧盟的主席冯德莱恩啊，今天也会见了这个美国的特使叫凯洛格。冯德莱恩跟凯洛格说啊，欧盟正在向乌克兰提供全部军事援助，并准备提供更多援助。他重申欧盟致力于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并强调任何决议都必须尊重乌克兰
克兰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加之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欧盟愿意与美国一道努力结束流血事件，帮助确保乌克兰及其人民应得的公众持久的和平。冯德莱说现在是关键时刻，到了最紧急的时候这个美国的特使凯洛格要在乌克兰停留3天，但是他访问的行程现在还没定下来，也就是泽连斯基要带凯洛格到前线看一看，你看看乌克兰士兵是怎么打仗的，多么英勇这个凯洛格会不会到前线去看不知道。总之2月19号也就是今天这个凯洛格从波兰坐火车到乌克兰，泽连斯基曾表示他希望带凯洛格前往前线考察。实际上今天最重要的新闻呢，就是美国代表团，也就是卢比奥跟这个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在沙特他们的会谈。这个沙特首都利雅得双方会谈已经结束了。根据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媒体报道2月18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俄美代表团利雅得会谈后发表讲话。这个卢比奥讲了这么几点第一个是结束乌克兰冲突需要长期复杂而紧张的外交，言下之意就是不是一下就能谈得好的，这个事情过程比较长。结束乌克兰冲突需要各方做出让步，只有各方同意才有可能，条件必须是可接受的。卢比奥这个话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没有看出他是要出卖乌克兰和谈，除非是签城下之盟一方把另外一方打败了，那就没得谈，你是无条件投降。只要不是无条件投降，那都是双方要拉锯双方要讨价还价。实际上讨价还价就是双方都要让步，你现在也不能说俄罗斯就战败了，所以你让俄罗斯无条件投降，他肯定不干，那就接着往下打。所以这乌克兰要让步。对俄罗斯来说呢，乌克兰也没有战败，你再跟乌克兰打，那欧洲支持乌克兰，你俄罗斯不一定打得过，所以俄罗斯你也得让步。所以说咱们客观理性的说卢比奥这话没毛病就是说双方都要让步，而且各方同意才有可能，就是双方还都得同意，有一方不同意，你这个所谓的和平。特朗普总统希望公平结束乌克兰冲突，以防止冲突在2-3年内再次爆发。这个说的也有道理你不能说你强制的让他们和平了，但是问题没解决停战是停战了，但是双方矛盾还在继续个2-3年，矛盾再次激发又要打仗。这特朗普说不能这样的前提一定是双方最大化的达成一致。那这个对特朗普来说要求太高因为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差距太远。卢比奥说欧盟必须在某个时候坐到谈判桌前，因为欧盟目前已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乌克兰谈判的未来将取决于各方兑现承诺的意愿，这一点将在未来几周显结束乌克兰冲突将为俄罗斯和美国在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合作开辟道路。美国近3年来未与俄罗斯进行有意义的接触，俄美利雅得会谈为未来合作奠定了基础。恢复俄美外交使团活动的工作可能会进行的相当快，恢复俄美外交使团正常运作是两国谈判进程的下一阶段。美国认为在外交使团工作无法正常进行的情况下，不可能与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言下之意就是卢比奥说这么多他跟拉夫罗夫两人恐怕还没谈到俄乌停火呢，他们还在就俄乌停火谈判做前期的这些准备工作，也就是双方还要建立外交使团，恢复以前的接触。那前提条件是双方的外交使团能够正常工作，才开展下一步谈判。那个俄罗斯人怎么说的呢？这个俄罗斯官员说没有与美国详细讨论解除制裁的问题。就是俄美沙特会谈，俄方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表示在周二的利雅得会谈中，美国和俄罗斯没有详细的讨论解除制裁问题。德米特里耶夫称制裁真的不在讨论之列。而这个克里姆林宫他发布的消息呢，他是这么说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会面，会晤超过4小时。会后拉夫罗夫发表讲话称，双方达成一致，什么一致准备好在任何情况下大国都保持正常的专业对话。俄罗斯和美国同意就结束俄乌冲突举行更多对话，并寻找途径在其他国际问题上展开合作，但是双方并未确定特朗普和普京举行峰会的日期。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助手乌沙科夫表示特朗普与普京的会面不太可能在下周进行，也就是没有那么快。这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双方同意解决双
双边关系中的棘手问题。他补充说啊，一次电话和一次会议不足以建立持久的和平，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我们今天迈出了重要一步。与此同时啊，这个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啊，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并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他还表示，普京本人表示，如果有必要，他准备与泽连斯基进行谈判。从这个双方的表述来看，这个会确实也没有必要让乌克兰参加，更没有必要让欧盟参加。这个是人家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先恢复这种停滞已久的外交关系，双方的外交使团要进入状态，要工作，这是第一步啊。关于俄乌这个恐怕也就谈了一个框架，什么框架呢？大家自己可以看一看视频啊，在那个利雅得啊，俄乌双方这个卢比奥啊，那三人感觉这个非常紧张，而这个拉夫罗夫啊，感觉非常疲倦，有点精疲力尽的感觉。像这种谈判啊，我推测啊，一开始肯定都是要高价，就是狮子大开口，然后互相对吧？一个是漫天要价，一个是坐地还钱。那美国不可能上来就投降，上来就说你俄罗斯打不下去了，我是来救你的，对吧？你老老实实把部队撤出乌克兰领土，那不可能的。俄罗斯人这个拉夫罗夫他到沙特去利雅得之前他已经放风了啊，这个拉夫罗夫啊，他说不会让出侵占的乌克兰领土，并且拒绝欧洲参与谈判。这还没完啊！这个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莫斯科对记者表示啊，北约不接纳乌克兰加入还不够，也就是说乌克兰不仅不能加入北约，北约不能接纳乌克兰，关这个还不够啊！北约还必须进一步明确放弃其在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会上承诺的，这承诺什么呢？在这个会上，北约承诺啊，在未来某个未定的日期接纳乌克兰加入，也就是什么时候加入不知道，但是总有一天啊，你乌克兰会加入北约。这个俄罗斯人说了，你不仅啊不接纳乌克兰加入，而且你把这个承诺还得取消掉，2008年的承诺你得取消收回。那卢比奥肯定是劝俄罗斯人呢，对吧？你们抢的那个地方早就被炸成废墟了，这个特朗普是最喜欢说的，都已经炸掉了，你要它干啥？他就这么跟乌克兰说过。我想啊，同样他也会这么跟俄罗斯说，就你们抢的那地方都炸成废墟了，你们也没有钱重建，也没法住人，不如啊让给乌克兰算了，让欧洲去重建。关键这两个人到底是不是未来啊这个俄乌和谈的这个核心成员还不一定。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参加谈判的乌沙科夫啊，他说啊，俄罗斯联邦和美国代表团就所有问题进行了非常严肃的讨论。俄罗斯和美国关于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团队将进行接触，目前尚不清楚谁将成为俄罗斯联邦乌克兰问题谈判代表，这将由普京决定。你看看啊，派的是拉夫罗夫和乌沙科夫，好像两个人呢跑到沙特利雅得见这个美国人，结果啊这哥们还说啊，我们俩啊可还不一定是关于乌克兰问题谈判团队的成员呢，这个由普京来决定。那你说这个会你乌克兰死乞白赖的去参加干啥？你欧盟死乞白赖的参加干啥？接下来啊，这个凯洛格还带着人跑到乌克兰去，美国的团队啊到乌克兰到基辅见泽连斯基，那是不是也把俄罗斯人叫上了？所以这个黄俄啊这些什么媒体啊，在那就是叫颠倒黑白啊，非说美国抛弃了乌克兰啊，单独跟俄罗斯谈。这个特朗普的俄乌特使凯洛格啊，周一的时候说啊，没有人会将和平协议强加给基辅。所以我理解啊，卢比奥这次去跟拉夫罗夫见面，实际上是双方初步交换一下，对吧？互相恐吓，摸一摸底线，对吧？你们俄罗斯到底想干啥？然后对吧？美国有什么想法？双方开出啊需要解决的问题清单，一条一条，双方先交换一下。有很多问题根本就解决不了，你让步让到哪？这是拉夫罗夫能定的吗？这也是罗比奥能定的吗？对吧？有没有让步的可能？先摸清底线，然后美国啊，他还去乌克兰摸清底线，还跟欧盟摸清底线，才有一个什么所谓的和平方案，就是大概的一个方案。这个短期啊很难达到。接下来说点有意思的啊，这个泽连斯基啊，那也不是普通人了，对吧？你美国人啊跟俄罗斯两个人跑到沙特去会谈，泽连斯基就跑到土耳其去访问去，土耳其正好搞一个什么国父纪念日，土耳其这个泽连斯基跑去，然后这个泽连斯基和埃尔多安给这个会晤啊，两个人一起啊还发表一个声明。这个埃尔多安说啊，土耳其支持乌克兰完全领土完整这是埃尔多安也再次声明啊，乌克兰和土耳其是战略伙伴，乌克兰战争必须立即结束。你看这个埃苏丹呢三个声明，第一条就是支持乌克兰完全的领土完整，你俄罗斯把人家占的地都要还给人家，包括克里米亚。然后还说土耳其是乌克兰的战略合作伙伴，你看着办吧。然后泽连斯基
说啊，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谈判不能在我们背后进行，也不能在欧盟背后进行。欧盟、土耳其和英国应该参与谈判。你看这泽连斯基很厉害啊，他把这个埃尔多安、土耳其给拉进来，对吧？你们想绕过欧盟，绕过我，你不能绕过土耳其，你更不能绕过英国。泽连斯基为什么要把土耳其拉进来呢？哎，这个就不能不说啊，土耳其和俄罗斯为了克里米亚打了300年，为了黑海打了300年。土耳其啊一直咬定乌克兰领土完整，就是克里米亚不能给你俄罗斯。那这样的话，你土耳其就得这回啊就得支持乌克兰。以前是两边倒暧昧，现在美国要退出乌克兰，那你土耳其就得站出来。实际上就是泽连斯基啊，人家也出去搬救兵去了。英国对吧，跟欧洲一联手，那还是够地包老人喝一壶的。土耳其不仅啊能给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关键啊他还可以把地包老人的脖子给他掐一下。现在啊，俄罗斯唯一的一条通往欧洲的那个油气管道啊，走的就是土耳其，对吧？土耳其哪天不高兴，他要修管道了，修上1年，你看你俄罗斯受得了吗？隔三差五的就检修一下。埃尔多安这个时候啊，不可能坐视不理，这么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第二个有意思的啊，那就是大国。大家先看一段视频啊。可能有些国家不知道，我也看到视频在反映这个事情。这个是大国的外长当着记者的面说，再次重申一下，大国和乌克兰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说你们很多外国人都不知道，我在这里再重申一遍，这是什么意思啊？哎，如果你光看了这个视频啊，还整不明白什么意思，你再看看泽连斯基是怎么说的。大家看视频。І те, що Еммануель виходив з ініціативою, а я її почав разом з ним розвивати. І те, що я поговорив з нордіками, і вони підтримали цю ініціативу, і далі висказав, що це говорить британець, я вважаю, що для цього початку це нормально. Щодо Китаю. Дивіться, ми ж завжди говорили, що ми готові мати присутність серйозних гравців. Але за столом перемовин в цей момент будуть ті, хто готовий взяти на себе відповідальність як гарантії безпеки, так і допомоги, так і зупинення Путіну, так і інвестування в відновлення України. 泽连斯基在阿联酋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排除大国参与乌克兰问题谈判的可能性，因为大国可以提供安全保障。泽连斯基指出啊，关于大国，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已经准备好让重要的参与者参与进来，但此刻在谈判桌上的将是那些愿意承担安全保障、援助和投资乌克兰重建责任的国家。他还表示，自己不打算承认即将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俄美代表会谈的结果，因为乌克兰没有参与其中。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先是泽连斯基在阿联酋啊释放这样的消息，邀请大国参与，对吧？你要参与谈判，而且还要参与重建，而且还要参与给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哎，这个时候大国啊立马也对记者说，我们跟乌克兰还是战略合作伙伴，什么意思啊？那不就是愿意参与？这还没完啊！大国在2天前啊公开表明立场，说大国支持欧洲在俄乌和谈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大国和欧洲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没有地缘政治矛盾。大国愿同欧洲加强战略沟通，这什么意思啊？这不是传言是特朗普要把欧洲甩掉吗？不让欧洲参与。哎，结果大国说我支持欧洲参与，不仅欧洲参与，我们也愿意参与。你看看啊，这个就是我以前说的，这个战打下来，最终恐怕是大国、美国、欧洲3足鼎立。对，欧洲被逼啊，被迫跟大国走得越来越近，因为是你美国的特朗普，你出卖了人家，就这么简单。那个欧洲安全委员会主席都哭着出去了，欧洲人多伤心啊！本来岁月静好，在美国的保护之下，小日子过的，结果这回你说出卖就出卖了，说不管就不管了。你看啊，泽连斯基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还是很厉害的，拉住了土耳其，拉住英国，再拉住大国。这个你要想到啊，咱们一直说啊，如果你认为特朗普在帮普京，那他有什么好处呢？普京能给美国提供什么好处？这个大家都清楚。
楚，普京能给特朗普带来的好处就是背刺大国，那恐怕只有这个特朗普能看得上。你俄罗斯能给美国提供啥，能让特朗普开心？所以啊，普京的投名状就是背刺大国。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大国他就得去跟乌克兰搞到一块，你不仁我也不义。大国也一直说啊，联合国这个叫宪章，对吧？维护联合国这个宪章，然后尊重乌克兰的领土主权完整。所以接下来这个斗争啊，更加复杂。所以我到现在为止啊，我们还是要看特朗普怎么做，不要看他怎么说。今天啊，特朗普对乌克兰是打压，下一周恐怕就是对俄罗斯进行打压，这谁也说不好。但是最终啊，在俄乌冲突这个事情上，特朗普到底是一个调停者，成功的调停者，还是一个小丑，这个就不好说了。如果他是个成功的调停者，那诺贝尔和平奖恐怕就是他了。但是保不齐他就是个小丑啊，啥也没干成。因为特朗普现在搞的是孤立主义啊，孤立主义人好歹就一个篱笆三个桩啊，一个好汉三个帮，你搞孤立主义都没人跟着你混了，把大家都得罪了，里外不讨好。在我看来啊，这个俄罗斯啊，可以说啊，已经上了餐桌，他是躺着的，不是乌克兰上了餐桌，而是俄罗斯上了餐桌。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